奈我把中愁藏。想我张翠的良才思思思，与丞相精聪之女刘丹小姐有业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家来，父乃只得到亲父留情，又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遂命我在别部台湾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，不知我那刘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唉，好不烦门人也。还是为书吧，公诉是。
小仙李玉金是也，秀才张成在此恭送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什么，有无不可。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便了。且把声声来迎他，变作牡丹俏模样。
到西当去瞌睡来了。莫非是牡丹小姐到处望？小命儿谁家牡丹，且以为不是天仙。哎呀呀呀！我的牡丹小姐来到书房，哎呀，是您啊，是您，不过那是不过。小姐，请坐啊！小生失望气了。我不到月小当数。好，小姐，请啊！小姐，请坐啊！你也请坐啊！我与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！小姐，上来。我张真愿到来投情，梦我无啊，命我在必不谈判公书文。我常把自己比当于本来是不愿难把龙女情，今晚多干小姐来，莫非言相思梦境，岂不闻心中就该
里先来了龙玉文，小生是一家汉子叫曹平，功名未非龙虎榜，怕无了小弟你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子家曹平，我看你竟有经许好天人，才能得富长富贵，长相许铁臂那又当金银身他不但桃李风神容颜美，更与那乌黑豪杰连成情。我讨金元与富文，恰才知今晚月下又相亲。庭院再相瞧，但只见梅影里楼台四望，杨夫人并作一传家话。夫人，此次好话，可惜无人提用啊！是相爷，我不到别不时光，是请张相公前来的事。多嘴，他晓得你什么事？是。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相爷还要上家关灯去呢。下去。是。女儿来，许为此事
落一个七平二富华名扬。我今夫三代不倒怕地虚，残留着穷酸与何方？还等他金口富靠落地儿，恰兵临轩当元郎。要啊，不是小弟去赏玩梅花，晒晒心吧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呀！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你夫人，这个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出神呀，出神！这是走。出生了好大的胆，经过华神明鉴，当相夫容不得你，家人要将他赶了出去。滚！来，我死记为来，死记为去。你呀！这是错身无礼呀！不要啼哭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去！七相爷，家业为好，请相爷上前观灯。带路是。急忙忙再怪我，多急多神。
此地可啊！我是金牡丹啊！走了。当想不早被你们赶出门来，对他之上，我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哼！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人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当了，我是广生，我是神，谁是你的长老？长郎你休要思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冲场里，妾身是必不得已忘记了。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因我至今无望你，只是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你听，路途喧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看什么花灯，我还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他长郎岂能这个样子？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是我。对呀，对呀。
里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，小人不敢入下。讲，张相公还有我家小人，叫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请。将这小畜生暂也速亡。难把你弟弟要生气的呀！还不快给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
大人，深深弄出2个谋财来了。2个谋财。夫人啊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祖先上面有玉子一颗，有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玉子就是假的。快取人来，快取人来！母亲，手上有玉子，有玉子是真的。母亲，手上有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玉子，你也有玉子。母亲，有玉子是没有大。母亲，有玉子是没有大，有玉子，大爷，这是何时好啊？苍天啊，苍天！想我今从再造为官，不在七九芒场当成骂道，并不曾是妖孽。好不那上官人也，相爷。见他俩头上紫彩呀用兵，胭脂点江人，上面穿着双凤袄，下面系着八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这是没大，这是大。母亲，这是没大，这是没大。2人带了下去。我想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是如是好啊！哦，夫人不必惊慌，本是包大人再要尽力哎，陪老夫说二堂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，这是好了。哎呀，刚才听金冲师爷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叫我是好啊！哦，不免待我回到帅府，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便了。参见众位师兄师妹。师兄，那金冲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你看是何是好？女兄已经明白了，爷们不必心担惊，女兄已把妙计定，带我去变作包大人，闹他哥增加报功，真不清站路老夫王告万万，不等来宾，大家这里注意人。多谢诸位师兄师妹。哎呀，时有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请吧。
是此待我们说说平安来。小女之事烦劳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，还望大人派命增加，除此妖孽。相爷但放欢喜，老夫是有盼的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何事惊慌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！相爷，相爷啊！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一无二包。刚才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只怕草包。包大人亲自别色。请。有请。大人，莫非有买客之意？老夫怎肯满客？这乃是携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，包是两国报之。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只能这位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，一分无痕。既然是此，请来相请。
有请包大人。哦吼！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那妖怪有什么气？万事要定心静气。相爷但放宽心，老鸨自有宽多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徐书记，千军令来速上来。大人用兵。一样一山一样军，要万四女郎
老相爷大人，他儿身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儿身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宽公称家，老鸨是有判断。哎，也要把张真带上，是把张真带上，是张真上堂。求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学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我们秀才，父母上马，几名老乡也收留，引到马头苦头，列入无上京。怎么？尽管昌德花园做成越礼之事，皆被老乡爷滚出府去。由于牡丹小姐御姐滚灯，以致花妖月媚骚乱相互，何有力气使我用的？有将张真修才得去，推下去从恩者。大人学生有变呐，讲大人啊，宝啊，讲啊。望大人一面用意听张真所愿，我与牡丹既为父命问题，花园也为言长情，想也是我花莲心思受斯文，分明他爱父言病要去张真路，将子虽有不是，也是你引之有愧，休得多言来。令我推下去打。令爱的尊家已经断命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夫还是本地不清，外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不呆。不可的是假，可的是真。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即真即真，即假即假。我的命不要真的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？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出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
今生你从千人拜，今日大堂之上守着，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恰又来，我元帅可的是真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猫。王大，起他。
见厉害，休教此妖逃走啊！老法包结税吏，不赞不垂之要告温此。包大人不理此恩，增加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必待我奏明圣上，江下嫂子，命张千子捉拿此妖。回来的呀！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这是私下无人，你我夫妻不是从御花园逃出了吗？这是长郎，快走吧！长郎，快走！并不但利于今，大闹吉祥，奉圣旨，命儿等先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法之。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。
李玉要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什么要急急忙忙入正经啊？爹娘子身这边，莫非有为难之难成罪？我你这边不谈团结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告当真啊！长老，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姐。不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。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比不谈李什么？长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比不谈李玉金啊。长老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人道边浪，这阴谋君在外的私心真诚，又令我独居三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，郎君闭上闭睛鸳鸯。听娘子三称真心话，不以我张真爱死了，想当初在边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如情礼堂，元宵佳节万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京城又将我们追为夫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那风上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边。新欢记在心上，养了牡丹的是富贵，那新娘子爱唱，人间难觅一字情。你就是李玉金，玉红。
身形色彩一片爱富黄呀，才知今日才依了他福音，既来点心肠，我李煜真是眼睛亮。苦苦要阻挡于我，你去躲避一时，带我去阻挡一人。老公，娘子我不能离开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可是你是不行的呀。
谢观音大人。无奈前来受服于他，尔等退下。遵旨。小要叩见娘娘。李玉不必惊慌，我特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500年后得到东西，答应把榆林3片，当着万金受苦。小要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要情愿当着万金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要与他海誓山盟，我是为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在心里，求小要念在心。我情愿当着红尘去，与张真生死同命，宁得了千年道营，宁离且红来现今，我情愿神重复，不下雨里。